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4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55天。这个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前线总共记录了99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大诺沃希尔卡两处战线不但站稳脚跟，还发起了小范围反攻，在舍普琴科，俄军损失了1100人，夺回了舍普琴科的若干重要据点。如果乌军能将整个舍普琴科夺回，那么波克罗夫斯克安全就能得到进一步保障。哈尔科夫前线，俄军加强了试探性进攻频率，并正在集结兵力。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说该地区属于俄军春季攻势的进攻方向之一，接下来很可能会爆发大规模战斗，俄军发起下级大进攻可能性极大。在库皮扬斯克前线，乌军第429无人集团和77旅摧毁俄军进攻。为了报复俄军对苏梅的这个导弹袭击造成30多人死亡，80多人受伤这个乌军用无人机继续打击俄军这个发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这个导弹旅。当地居民报告称第112近卫导弹旅遭到袭击。根据公开消息，该旅驻扎在伊万诺沃州舒亚市，该旅装备有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此前乌军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说俄军第112旅和第48旅向苏梅发射了2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你看这个乌军是有仇必报虽远必诛必须把这2个旅给它炸掉。根据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说法说俄军北部集团军向卫星通讯社表示乌军部队企图渗透进入别尔格莱德地区。消息人士说在靠近别尔格莱德州的波波夫卡村多个边境地区，第12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正在持续打击乌军的渗透行动。说乌军仍未放弃越过我国边界的图谋，也至少从俄罗斯方面已经得到印证这个乌军在别尔格莱德那还是横冲直撞。那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乌军于4月15号和16号对别尔格莱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和赫尔松州的俄罗斯能源设施进行了6次攻击。这是双方在这个前线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日本持续提供援助给乌克兰。日本自卫队的高机动车、军用卡车和工程车运往波兰，由波兰转入乌克兰。乌克兰重建事务副总理兼社区发展、领土和基础设施部部长阿列克谢·库列巴援引截至2025年2月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说乌克兰重建预计需要5340亿美元。据其所言该数字为直接损失的金额，包括受损建筑及基础设施和物流损失。此前，匈牙利总理厄尔班的一名顾问曾表示，乌克兰融入欧盟的成本将达到2.5万亿欧元。据其所言，乌克兰在冲突后进行重建的费用相当巨大，据最保守估计可能达到5000亿欧元，说明这个数字估计的还差不多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团队内部目前正在对俄态度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一些高级成员要求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不过特朗普支持维特科夫，两人都认为普京希望在乌克兰实现和平。特朗普希望实现全面战时停火，乌克兰同意，俄罗斯仅同意能源停火，结果依然在频繁违反协议，不断袭击乌克兰。很难解释特朗普为何如此相信俄罗斯，但至少可以确定，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一直在偏袒俄罗斯而施压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没有任何顾忌，多个城镇定居点被夷为平地，而特朗普依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达成他梦里的和平，引发各方不满。即使是共和党内部也是如此，只不过并未将矛头指向特朗普，而是指向了特朗普的亲家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一个比俄罗斯人更像俄罗斯人的俄裔美国人。根据路透社报道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都对维特科夫在美俄谈判中的表现感到愤怒。维特科夫完全没有站在美国和盟友的立场上，只是重复克里姆林宫的说法，缺乏对克里姆林宫的谈判经验，甚至极为幼稚。普京的代表德米特里耶夫抵达华盛顿，尚未前往白宫谈判前，维特科夫居然邀请
德米特利耶夫到自己的家里共进晚餐，这让白宫和国务院双双感到震惊。虽然维特科夫遵循特朗普的战略，但俄国人却利用了他在谈判桌上缺乏经验这一弱点。一位共和党捐助者直言，维特科夫应该走人，让卢比奥接替他的位置。现在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啊，为了这个俄乌停火的事情，已经矛盾啊接近公开化。我也不能说他已经公开了啊，但是现在特朗普这个小集团它分成两派，一派就是维特科夫这一派，那对普京啊，那可以说是极尽谄媚之能事啊。另外一派就是卢比奥和那个乌克兰特使凯洛格，他们更倾向于要对俄罗斯施压，给俄罗斯更大的压力、制裁，逼迫俄罗斯停火。而这个维特科夫啊，是压这个乌克兰，在这个普京的授意下，要求乌克兰无条件投降。你看这个普京的两个集团啊，内部已经开始分化，开始内斗。这个维特科夫啊，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寻求永久和平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维特科夫会见了普京及其2名高级顾问，美国特使分享了会谈的细节，称与普京近5个小时的会晤令人信服，并表示这使乌克兰和平进程濒临突破。普京正在寻求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因此除了停火，我们还得到了答案。特使说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达到这个地方。维特科夫说任何协议的一个关键部分都是承认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如果是这种把这个5个州都送给俄罗斯，那要你特朗普，要你特使维特科夫去干什么？为什么要搞个中间商？这个泽连斯基去一跪一下不就完了吗？对吧？这5个州领土送上，俄军占领的地方是俄军的，俄军没有占领的地方也要送给俄罗斯。要你美国来干什么？让你美国在从中扒到皮是吗？中间商赚差价。关键这个美国人还威胁泽连斯基，他怎么威胁呢？就在这个维特科夫释放关于乌克兰可能被迫放弃5个州的声明，对吧？他这个说法引起了欧盟以及美国内部巨大的这个热议这个维特科夫他说若2022年3月签署协议，乌克兰本可避免前线数十万伤亡和数百万难民潮。扎波罗热、赫尔松2州当时也可以仍在基辅的控制之下，但2022年秋季公投结果已成既定事实。维特科夫明确表示需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表达，这个就是流氓逻辑强盗逻辑，就是刺刀下的公投。要求乌克兰，甚至要求全世界认可。俄罗斯周边这些国家被俄罗斯侵略了几百年的这些国家，谁能答应？俄罗斯玩的这一套几百年来，在他周边邻国哪个国家身上他没玩过所谓的公投？所以已经21世纪了，还在玩这一套。俄罗斯普京玩这一套，这个不出所料但是美国居然助纣为虐，这个所谓的什么特使维特科夫居然还帮普京说话，这个确实让人难以理解让人费解。如果这么下去的话，总有一天这个俄罗斯人会在美洲登陆也在北美搞刺刀下的公投，让他们加入俄罗斯，让他们学习俄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美国还进一步威胁，这个华盛顿方面进一步指出说泽连斯基已失去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果，若继续无视顿巴斯及赫尔松、扎波罗热前线现实，乌军恐将退守至苏梅。美方暗示，若现在不接受领土条件，乌克兰很可能在苏梅州大部及毗邻的哈尔科夫州部分地区都将不保。也就是说如果你泽连斯基不接受那5个州割让给俄罗斯的话，那么你只会失去更多，苏梅州、哈尔科夫州都有可能被割让。你说这个叫和平谈判，这个不就是去逼泽连斯基投降吗？当然了，好在这个欧盟甚至美国内部都反对这种维特科夫这种投降派这种为普京呐喊伸张，给普京洗地，对吧？这种行为。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有关与俄罗斯谈判时解决了乌克兰5个地区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乌东4个州加克里米亚这个泽连斯基说维特科夫越权了，他没有权利处置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认为有关承认5块领土为俄罗斯领土的讨论已经越过了红线，超出了特朗普团队的职权范围。他强调任何谈判都必须考虑更多方面，而不仅仅是领土地位。大家看视频Щодо територій, Україна суверенна держава і всі території належать унітарній державі України. І тому знов-таки про території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може говорити тільки народ України. І ви знаєте, що для нас це червоні лінії визнавати будь-які території, тим
тимчасово окуповані як території не українські, а російські. Тому знов-таки відповідн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про кого ви сказали, обговорюють питання поза своєї компетенції.而这个特朗普也很有意思啊，特朗普一直坚称啊，美国为支持乌克兰这个抗击俄罗斯的这个侵略啊，美国援助了3500亿美元。哎，这个特朗普上台以来啊，一直声称就是这个数字。虽然美国方面国防部啊、美国财政部、美国国务院多次纠正啊，说一共不到1000亿美元，但是特朗普一直我行我素，他就认为是3500亿美元花在乌克兰了。据悉啊，最近特朗普终于改口了。消息人士称啊，在华盛顿举行的技术谈判小组对话中，就是那个美乌矿产协议啊，这个谈判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已将美方累计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金额的估值从3500亿美元下调至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更接近乌克兰政府估计的900亿美元啊，这个数字我记得是960亿美元，这大差不差了，跟那个3500亿美元那差得太远。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被问及谈判情况时称，乌克兰周末提出反提案，谈判仍在进行，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最早本周可能签署。知情人士表示啊，周五和周六技术团队谈判富有建设性，但美国仍将该协议视为通过基金利润收回在乌成本的机会。不过最新草案尚未明确基金规模。如果说啊，特朗普认为援助乌克兰的只有1000亿美元，那这个还有了谈判的基础，那无非就是乌克兰啊还不还这个钱，怎么还，还多少？你上来就狮子大开口来个3500亿美元，你这是要把乌克兰生吞活剥啊！关键是还不给乌克兰援助，乌克兰要花150亿美元买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特朗普还不卖，对吧？这个美国也不给乌克兰这个安全保障，完了就要人家矿，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特朗普这个小集团啊。那么这个美国国内啊，它也有不一样的声音。首先啊，是这个俄罗斯用导弹袭击了苏梅州之后啊，造成平民伤亡。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谴责俄罗斯，对吧？但是他也说了，就是俄罗斯发射了导弹，造成平民伤亡。因为俄罗斯方面一直说啊，我这个导弹打的是军事目标啊，是北约的指挥官在那儿。显然卢比奥，对吧？他是否认了俄罗斯方面说法，说了你打的就是平民设施，只不过没有谴责俄罗斯而已。但是这个卢比奥的发言人，也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啊，他的说法跟这个美国白宫的发言人那又不一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表示啊，在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前，美国不会与俄达成任何双边协议，也不会放松制裁。他说啊，在流血事件停止之前，不会有任何谈判、任何决定和任何协议。你看看啊，这个卢比奥控制下的美国国务院，他的这个表态跟特朗普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这个他的那个特使叫威特科夫，现在就在跟美国谈美俄正常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还要进行经济合作，要解除制裁。人家美国的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还说了，我可没跟你谈解除制裁，也就是说解除制裁对我来说无所谓，你不要拿这个来要挟我。就威特科夫他没有谈判经验，本来他主动，最后搞成他被动。那人家这个美国国务院直接就说了，停火之前，对吧？你这些都甭想，什么放松制裁，什么双边协议，这就说明卢比奥啊和特朗普之间还是有分别的。卢比奥作为共和党里面的也是建制派吧，他现在是捏着鼻子跟特朗普这个小集团合作啊。我想啊，他恐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因为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负责人，他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吧？这个俄乌的停火跟卢比奥就没关系，只有需要讲究身份对等的时候，需要外长或者是什么人去参加这个场合，特朗普才让卢比奥出席。你看在那个伊斯坦布尔美俄之间的会谈没有卢比奥，对吧？这个去莫斯科穿梭外交没有卢比奥，卢比奥就在第一次美俄会谈在那个沙特利亚德吧还是什么地方，卢比奥出现一次，后面就跟他没关系了，靠边站。这个卢比奥就向特朗普建议啊，要对俄罗斯施压，要加大制裁，要把普京啊逼到谈判桌上来。但是普京是纵容。那么这个最早的俄乌特使叫凯洛格将军，因为普京不喜欢他，因为这个凯洛格啊，他像卢比奥一样，他是对这个俄罗斯啊是非常强硬的，所以俄罗斯人不喜欢他，所以换了这个维特科夫。维特科夫就是一个典型的哈巴狗。这个凯洛格说啊，乌东4个州就是要谈判，要共管，也就是让欧洲或者是联合国军队去共管，但是
是是由非美国军队参与的共管。你看他这个态度和维特科夫就完全俩概念，维特科夫就说把这乌东4个州你全部给俄罗斯算了，所以这个凯洛格就遭到边缘化，没有他抛头露面的机会了，靠边站。也就是美国国内啊，还有一些这个正义的健康的力量，只不过现在还不能发挥作用，不是任由特朗普和他这个小集团呢胡作非为。你看啊，这个彭博社报道，美国告诉七国集团的盟友，犹如希望维持莫斯科的谈判进程，他不支持谴责俄罗斯今年对乌克兰发动最致命袭击的声明。也就是前2年不是俄军用导弹袭击苏梅州嘛，造成平民死亡，这个七国集团本来要一致谴责俄罗斯的，结果美国阻止，理由就是我们要跟俄罗斯谈判，你现在谴责他，导致这个谈判增加阻力，增加变数。这个经济学人呢，他刊登了一篇报道，这个经济学人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做了个预测，他认为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就要崩溃，我把这个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好像这个经济学人成功的预测了苏联的崩溃。经济学人啊，昨天发表一篇文章，他说美国总统越来越像是俄罗斯的自觉受骗者，还不是说俄罗斯主动骗他，是他自己上杆子，是自己自我催眠去受骗的。唐纳德·特朗普曾承诺在1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如今内部人士透露，他希望在就职后前100天内，即本月底前促成停火。他开始将这场冲突称为拜登的战争，但若战事持续，他担心这将逐渐成为他的责任。如何平息战火？俄罗斯无视美国提出的无条件30天停火要求，而乌克兰已于3月11日接受该提议。相反，俄罗斯拖延时间并加剧攻势。4月13日，2枚俄罗斯导弹袭击苏梅镇，造成34人死亡，许多受害者正在聚集参加棕榈主日礼拜。此前4月4日，克里维里赫也遭到类似袭击，20人丧生。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指出，特朗普团队应该认识到克里姆林宫在嘲弄他的善意。然而，特朗普似乎对批评无动于衷，他对俄罗斯异常宽容，对乌克兰则充满敌意。尽管一些助手谴责俄罗斯对苏梅的袭击，特朗普却称其为错误，尽管是可怕的错误。令人震惊的是，4月14日，他更将乌克兰被入侵的责任归咎于乌克兰本身，并拒绝了乌克兰购买美国导弹的请求。他宣称，你不会对一个比你强大20倍的国家开启战争，然后指望别人给你导弹。他就是本末倒置啊！到底谁侵略谁？特朗普都搞不清。特朗普的支持者坚称，他准备对俄罗斯采取坚硬立场。他恢复了前任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在一次采访中表达对克里姆林宫的不满，称自己对俄罗斯非常恼火，并提出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2级关税的设想。4月11日，他表示，俄罗斯必须有所行动。欧洲领导人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以兑现这些言论，但迄今为止未见行动，也就是光嘴上说说啊。3月，特朗普曾短暂中断对乌克兰的武器和情报支持，其顾问凯洛格将此比作用木板猛击骡子鼻子，此举奏效。几天后，乌克兰同意了30天停火。然而，对于顽抗的俄罗斯，美国却只有安抚和毫无惩罚。4月10日，美俄官员在伊斯坦布尔会晤，讨论提升两国大使馆级别，两国还交换了2名囚犯。俄罗斯媒体称，无论乌克兰谈判进展如何，俄美关系缓和仍在持续。文章最后说啊，他说这一切凸显了第2条路径的必要性，增加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西莫表示，时间紧迫，欧洲应不惜代价捐赠更多武器库存，资助乌克兰的军事工业，与特朗普谈判为乌克兰购买美国防空系统，并动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付费用。西莫指出啊，随着俄罗斯决心推进入侵，美国似乎决意要抽身，乌克兰将不得不继续作战。现在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时刻，以确保乌克兰获得自卫所需的支持，并推动普京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可以说啊，这个特朗普是倒行逆施啊！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不出特朗普啊有任何帮助乌克兰的意义。他现在还是在帮助普京啊，给乌克兰施压，要乌克兰接受无条件投降。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啊，当地时间16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了有关批准俄罗斯联邦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谢尔盖·基斯利亚克表示该条约的批准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俄伊友好关系，并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安全。我记得前不久这俄罗斯拉夫罗夫说的吧，美国如果对伊朗动武的话，那么俄罗斯是不会援助的。你既然对吧，你不顾伊朗的死活，你跟伊朗签这个什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什么用啊？这不就是成了擦屁股的纸吗？这俄罗斯人就热衷于签这样的协议，签完之后用来擦屁股，用来撕毁。大家知道吧？这个大国跟特朗普两人正在关税战、贸易战打得火热，对吧？大国今天抛出一个杀手锏，不要你波音飞机了，你波音飞机的零件我也不要，没有交付的飞机我也不要了。这本来就是将这个美帝一军将特朗普一军，这个波音公司股价应声下跌，这个都是博弈嘛。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俄罗斯出现了，俄罗斯据悉向美国提出停火后，使用被冻结资金购买波音飞机。据莫斯科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已向美国提出要求，一旦乌克兰停火，就允许俄罗斯动用被冻结的国家资产来购买波音公司飞机。美国国家安全会委员会的发言人在回应有关此事的讯问时表示，在达成停火之前，美国不会讨论任何经济方面的承诺。这个不就是给对手递刀子吗？我们对吧，正在给对手勒脖子，掐住对手的脖子，或者这个俄爹跑去给对手插氧气罐接氧气。你说黄俄对吧，这个胡一金老师还指着俄爹帮咱们，这俄爹这叫帮咱们，他不帮咱们去勒这个美帝的脖子，对吧？他反而给这个美帝对吧，这输氧气接氧气管。实际上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大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迟早有一天这个俄爹会拿着大国当做投名状，对吧？作为给特朗普的见面礼。我们再看这个是大国又一家 A 股上市公司公告，飞机被俄罗斯扣押至今未收回。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20简称日发精机2月15日回应投资者问询时称，其下属的飞机租赁公司5架飞机目前仍被扣留在俄罗斯境内，目前未收到任何可以收回飞机的通知。俄乌战争爆发后，国内有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下属飞机租赁公司分别被俄罗斯扣押了1架和17架大型飞机，其中招商银行1架飞机2024年11月经过协商收回。中银航空因飞机被扣计提8.04亿美元损失，这个将近55亿人民币目前仅通过核检回收了2.08亿美元保险费，通过保险公司要回来2个亿美金的保险。那这个浙江叫日发精机也有5架飞机被俄爹扣着的。不知道这个黄俄胡一金老师为什么就不帮这些上市公司就喊两声？这好歹胡一金老师也在炒股这个日发精机对吧？有多少投资者相当于他们都给俄罗斯做了贡献了，5架飞机彭博社报道说，俄罗斯石油收入降至2023年中期以来最低水。美国新关税导致主要出口等级石油的每周平均价格每桶下跌9美元。这个叫特朗普无心插柳柳成荫。现在压力全部到了乌克兰，到了泽连斯基这儿。我看特朗普现在是一心一意的要逼泽连斯基，逼乌克兰投降。至少目前表现出来并没有说逼这个俄罗斯，而是在逼乌克兰。那逼乌克兰干什么呢？不就是按照这个维特科夫的说法，要乌克兰割让这5个州吗？今天割让5个州，过2年再割让3个州，再过几年整个的并入俄罗斯学俄语，再过2年波罗的海3国，对吧？再过几年波兰，谁能挡得住普京的步伐？所以欧洲人这个时候头脑要清醒了。美国人他可以往后缩对吧？反正最后再到他那儿。但是欧洲那是首当其冲是学俄语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状况？这个欧洲人面临选择，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最终美国人也要做选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